二位娘子何忙？君子，我姐妹在西湖游玩，不想遇此大雨，我们要回钱塘门去。请问君子你向哪里去呀？我家住在江坡门，你看如此大雨，撂下焉能匹待？来，请用我的这把伞吧。慢着，难道叫你淋雨不成？我不要紧的。这如何似的？二位娘子不必推辞。如此多谢了。不敢带我去我船。我家买的一壶酒哎，风雨同舟醉一回。嗨，船家！嘿，客官，要雇船吗？正是。到哪里去呀？先渡二位娘子到钱塘门，再渡我到江坡门去，多与你些船钱就是
还以为你们是一家人。有道是相貌活的曾相识呀。风雨同舟本一家相公小心了，小心了。你往凡间观看。
你看呐，要舍华为美女与范夫许下，正在完婚，违反天条，岂有要舍扰乱人间？阿弥本舍，竟敢藐视天，法海听字，接字。凡见断阳一刀，应以那范夫雄黄一宝，今朝就位。那本舍以后必先要挟，那范夫见状，自然信服。你在传旨，令本舍速犯阿弥。若违抗天命，即有天兵天将奏你相处。要是我说要花园就说花园，何必东拉西扯？
身体不爽，要身怀有孕，我怎能让他饮酒？带我许他去醒酒他。
儿前起请托，令我巡散一回，免了。请。献祭祖，岂能与你人间？
子受惊了。端阳节，你必然检讨要赦。虽然监舍已比我妻永坚气死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那是他们假设圈套，借你逆行，你再不要执迷不悟了。师傅，我妻纵然是样，他待我情深意重，求师傅大发慈悲，丰胸化吉，成全我们夫妻白头偕老，而后感恩不尽。洒家自有良方。师傅有何良方？我让你身居庙宇，再不回家。怎么，你让我们夫妻永不团聚？对，我叫你永参佛法，脱离红尘。我是万万不能脱离红尘。哼哼，事已至此，岂能有你？许仙